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哦，春天交夏天啊，代表着新天；啊，秋天交冬天诶，代表着要收山啊吼，要散去。啊，所以讲四时吼，安尼交错运行啊吼，然后刚刚讲哇，这个四时的变化吼，是安怎天地爱有春夏秋冬。咱然后想要这个问题吼，是安怎爱有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贵节嘿，春夏秋冬咱介意倒一个季节？咱较介意倒一个季节？哦，有诶讲春天，有诶讲秋天，啊嘛热到人介意热天诶，啊到人介意冬天诶。应该是拢有啦吼，每一个季节都有人较介意的，但是吼啦，从我来看，敢若春天甲秋天较侪人爱，是安那？袂伤寒，袂伤热，拄拄好，吼，较舒适嘛吼。啊，热天吼好，热天是热到吼，咱足艰苦的，无冷气吼，像咱即摆吼，迄热到，尤其是迄雨要来毋来。要落雨，佮毋落雨，迄个时阵吼，迄真正足艰苦的，迄叫做翕热。咱人吼定定坐伫遐，啥物代志拢莫做哦。迄汗伊往咧滴，啊，规身躯规工拢凉天天，足艰苦的。啊，冬天呢，吼，有人足惊冬天，足惊寒吼，迄寒到米袂落。咱还有一个就是吼，足惊寒的吼，啊，真正吼，啊袂寒的哦。爱着铺小片，讲伊寒甲吼，咱就爱甲看，咱明明着穿一领薄薄的长衫尔吼，但是伊的小片们，伊穿四领，搁下围巾，咱就遐拢敢有遮寒？啊，所以讲足惊寒的人啊吼，啊小可寒伊着挡袂牢吼，规个人足艰苦的啦。啊，所以讲吼，热天也艰苦，啊，寒天嘛艰苦。啊，咱安尼天气是安那吼，要有四时啦。啊无你就出去就拢全部拢春天就好啊，啊是全部拢秋天就好，你大家拢足好诶嘛，是安那就一直爱有春夏秋冬。毋知咱到想过这个问题啊？就较举一个例，我有一天上帝落来人间，顺看咧，结果无落来啊，落来看咧，啊看咧，看着迄田吼。真欢喜，因为看着迄田内底迄麦啊吼，逐粒拢生到有够饱，吼麦穗吼足饱吼足劲道的，讲一定是丰收的吼，所以看吼袂歹。人间吼第二了袂歹。啊，想讲吼我即久无落来啊吼，应该大家拢袂记我生做啥物款，应该无人会认得我啊。竟然一个农夫啊吼，看着紧走啦，上帝啊！吼，我等你有够久啊呢！上帝想讲奇怪，你哪会知我是上帝？哦，啊，这农夫就甲上帝讲啊，上帝，你敢知吼？50年来哦，我逐工就咧祈祷，讲我会当拄着你，逐工拢祈祷上帝，你紧来。啊，上帝就讲我，啊，你是祈祷我来是要创啥啦？去50冬，逐工拢祈祷。啊，农夫就甲讲啊，我祈祷你来啊吼，我甲讲吼，我要甲你讲啊，我无你莫吼，互我咧有迄风雨啦，你嘛莫互日头遮尔啊炎啊，吼你莫有遮个虫啊，莫有遮个鸟啊啦，安尼我的这麦啊吼会生了搁较好。啊，上帝就甲讲啊，讲但是呢，我创造这个世界，就是一定爱有大日头，就是一定爱有风雨，就是一定爱有遮个鸟啊，遮个虫。因为呢，我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就是不能如人所愿的世界。好，我创造的是不能如人所愿的世界。咱讲这一种袂当如人所愿的这个世界，我创造你，要创造这种世界啊！啊，这农夫就甲跪落来，拜托上帝，讲上帝啊，慈悲的上帝啊，我甲你拜托，我甲你祈求啦，你互我一冬就好，明年。拜托你明年这冬内底吼，莫互我大日头，莫互我风雨，莫有这个虫，莫有这个鸟啊，一冬就好啊。别人的田地我不管啦，就是我的田地一冬内底啥拢莫有啦。你嘛莫有
有地动，莫有暴风雨哦，拢无哦，互我风调雨顺哦。上帝吼看伊遮尔啊心意吼，好啦，如你所愿，吼，照你的愿望，过当当。哦，真正诶，风调雨顺吼，日头也袂伤光，吼，啊风也袂伤大，无狂风暴雨拢无哦，嘛无鸟仔嘛拢无虫哦，吼，所以讲即个农夫伊遮个麦啊，吼，逐丛都有够大丛的啊，而且呢吼，量比别人搁较济，比平常时鸡滚也飞出来，啊开始结穗吼，哦，逐丛就把穗啊吼，有够欢喜，我今年绝对是丰收。到了收成的时阵，哇，奇怪，我看明明逐丛拢足饱满的啊，是安那？每粒内底拢无籽，麦仔内底拢无籽啦。啊，咱麦仔是要食啥？食内底的籽啦，吼，食咱米同款啦，吼，迄稻啊、稻穗内底咱爱是内底迄个米嘛。啊，麦仔嘛是同款啊。结果遮尔把穗，结果内底拢无满粒籽。伊就感觉，我可能就紧去找上帝，去找着上帝，上帝啊，是安怎卡安尼？明明就风调雨顺，是安怎？是安怎我麦仔拢无结籽？啊，上帝就甲讲啊，因为麦仔伊的过程，就是爱有风雨，吼，爱有日头晒，爱有风雨来甲伊摧残，爱有遮个虫、遮个鸟仔来甲毒。安尼呢，才会当唤醒着麦仔内底内在的灵魂，唤醒伊内在的灵魂，伊才会结籽啊！你若无遮个物件，离开着遮个狂风暴雨，离开遮个日头咧晒遮个病虫害来甲伊侵蚀，离开遮个物件咧，你的麦仔伊灵魂袂生，伊就袂结籽。咱人人生嘛是共款。人生你若无经过这种种的考验，咱无法度唤醒我们内在的灵魂。故事讲到这，各位真理，是安那天地爱有四时的运作，咱才会当体会。这四时的运作，其实嘛是咧互咱即种的考验嘛吼。若无经过这四时的测评，无遮个生机，无遮个杀机，咱人袂成长，咱内在的灵魂无法度去甲伊唤醒，所以爱透过遮，所以讲遮个四时吼，其实是叫足多彩多姿的，是要互咱的生命会当愈丰富、愈精彩。吼，咱袂使因为讲吼，我较爱生机，然后我一直成长就好，我无爱迄个迄歹的。迄无可能嘛吼，咱逐个拢爱演好诶，啥毋要歹，但是人生就是袂当遮尔啊如意，吼，袂当事事拢照咱诶意思。所以讲人生吼，爱有遮个考验，咱才会成长啊。所以要经过历练，吼，爱有历练，咱才会成熟。咱若要成熟，伊会爱经过磨练。像咱咧生囝共款啦吼，咱咧囡仔，咱甲看，如果讲咱希望咱咧囡仔有成就，咱咧囡仔较成熟，较捌代志的，咱是爱一寡代志去甲伊考验。你若互一帆风顺哦，这个囡仔永远拢会变妈宝。咱知啥物叫妈宝吼？吼，啥物代志拢妈妈来处理的，叫妈宝。一个足无含义，是爱妈妈来处理的，叫妈宝。因为咱互伊想过顺啊，你都无互恁的囡仔去动头壳，你都无互家己去想、去思考、去做过，你逐项代志甲做好好，这个囡仔哪有可能会成熟？共款的道理啊，上体要为着要互咱成就，一定爱有考验互咱。考验无来，咱要怎看出咱人有成就无？咱要哪会当成熟？吼，考验是为着要互咱成熟，为着要互咱成长。所以四时之测验。互天地丰富，万物成长哦。乐，生到尾一定会变，啊袂了呢，嘛是佫会生。吼，一个循环共款，咱人嘛是共款，咱的循环嘛是。人想讲哦，我即摆吼足好诶，一帆风顺，哪能安尼烦恼啊？爱紧张啊，因为
因为顺到尾仔就是爱结个，结就来啊。好到尾仔就变是歹的，歹到一半的来就是好的，这是一种的循环。所以呢，咱爱平常心嘛，吼，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爱平常心去甲伊对待，吼，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历练啊。来，如日我之大明，吼，大明就是交替照明啦，吼，伊是太阳出来，暗时太阳落山换月亮出来，是不是两个交替嘛？吼，伊两个袂做伙出来吼。日头落山了，就换月亮，啊月亮落去了，佫换日头出来，吼，这叫做日月之大明。啊，这咧甲咱讲啥？吼，这咱就要家己个心得啦，吼，无一定是正确的吼。光明不断啦，吼，拢无断的呢。日头落山到暗时的时是暗暝光。天地足慈悲的吼，袂互咱人拢厝在黑暗当中吼，迄月亮出来甲咱照，无月亮嘛有天星，哦，互咱伫咧暗时的时阵，白一片的黑，还微光，甲咱照明吼。所以日月之大明吼，你是讲光明不断，啊，这嘛是咧甲讲吼，我们要传承有序啊，咱袂使互这光明断了。这根袂使互伊断，吼，不可以在我们的身上让它断了。因为咱即种咧讲周顺过去吼，周顺啊吼，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人，爱甲伊传承下去，吼，爱甲这一贯的精神，吼，爱甲伊传承落去。日头落山，咱就爱主动起来，吼，自动补上来，吼，让它能够圆满呐，啊，所以讲这里讲啥呢？咱讲吼，爱有圆融的功夫，爱扶圆补缺。因为你要互这光无长，但是吼光吼，伊当然嘛是有足侪种种的原因会互伊的光渐渐变暗，变甚至去欢喜。所以讲，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人看到不足的时阵，爱紧去甲伊补。补不足，伊叫做扶完补缺。咧之前讲书嘛有讲，吼，咱有即种的功夫，看到倒来袂使吼，咱就遐就感觉讲吼，咱道场内底吼，即个前辈者吼，咱就遐看到足感动的。足侪前辈者拢是默默付出的，咱就遐就遐看吼，在一个班级内底吼，咱要开一个班。一定有足侪单位拢爱负责啦吼，按即个班会有可能是倒一个单位来服务，像咱今仔日个班吼，就由咱银河来服务，啊，咱银河单位咧就派足侪个服务人才啦吼，爱每一个所在拢爱有人才来服务。但是呢，甚至每一个所在吼，可能吼，迄人才人数有限啦吼，有诶所在可能较看袂到诶，照顾袂到诶吼，啊，不足诶所在，咱伫遐就足侪病吼，有看到迄。譬如讲，今仔日是银河服务，但是咱的下课啊是啥物时阵看到，倒一个所在吼，涂骹有粪扫、有垃圾吼，咱就看到一寡前辈就主动哦，扫手客就甲扫起。但是迄个前辈者就毋是今仔服务单位的人才，咱就足个看到迄人才足主动的，看到倒一单无好势吼，主动来，拢人免人派，我就主动来用。看到迄外口的地水机开涂骹，咱就看到有前辈者就开始倒步。那啥，拖把，拖把片开始揉搭，都足主动咧做遮个工课，啊，这就是咧扶完补缺。所以咱嘛想讲吼，咱家己吼，也毋是讲书，也毋是人才吼，敢若拢无法度会当做的所在，无咱会当学习，无咱会当付出的，其实足侪咱拢会当去做，足侪咱拢会当承担。吼，毋是讲爱徛遮做工书，才是咧承担责任，毋是。毋是讲排着咱服务，咱才是咧来服务，咱才是咧来做工作，才是咧来了解，毋是。咱随时拢会当做，咱坐伫台骹咧上课，咱随时嘛拢会当做了解的工课。只是看咱这个心哪有用伫遮吼，看咱这个精神哪有退出来之意。所以讲，咱爱学习运用，看倒不足，咱就足主动来甲伊补起。所以讲，咱道场内底，咱爱人才，上好的人才，
叔叔就讲过吼，人才是啥？人才是能文、能武、能刚、能柔。哦，连文武刚柔拢爱会晓呢。实际上，这是真正的一个好的人才啦。所以讲一个人才，要做较优秀的人才吼，咱后仔是真感受着，之前咧听咱前辈讲讲，听咱前伫咱点汉师吼，讲师吼咧讲过，人才上较好的人才就是做甲两个配合，配合。咱来到顶面咱交代，咱就讲是，咱会晓配合，咱会晓学习了无？安尼敢办袂起来，就好办啦。只要每一个人才拢会当配合，安尼咱道就足好办。所以讲，咱其他拢感觉讲吼，咱要做一个人才，咱一定爱好好啊配合。啊，咱其他嘛向即个目标吼咧学习啦。所以讲，咱其他就感觉讲，咱其他足学慢的哦，也袂晓度人，足学慢度人的啦。啊，就家己讲哦，我竟然遮学慢度人，那你不要紧，我做我样做吼。人道以来吼，咱就来讲三宝。咱会晓讲三宝，咱就来讲三宝。啊，要安怎？啊，甲三宝讲吼，足好听。啊，甲三宝讲吼，迄求着人听到足欢喜的，想要来入班。啊，讲安尼我会当做这，我尽量甲三宝讲好好。袂当度人啦，至少咱来讲三宝，爱来讲好好嘛吼。所以咱其他就安尼感觉讲，咱迄种的所在不足，安尼咱就做咱会当做，啊，咱把咱会当做的代志，甲做好圆满，甲做好好。啊，咱就嘛感觉讲，啊，咱就剩这小可会晓讲啦吼，啊，所以呢，就只要讲，咱的前辈才有排着吼，某物人吼，要来做一单，若是有一节课吼，来学习吼，啊，咱若方法无上出拢来接起来，咱后摆吼，咱排着咱就来接，啊，有时吼接我家己足艰苦的，之前即摆讲，哎呀，我是安要做即节课啦，互我自找麻烦啊，我即礼拜有够艰苦过。咱即摆讲吼，有时吼，一两礼拜吼，就接一节课吼，一两礼拜前就甲咱讲接一节课吼，好甲佮接起来吼，计拢是两礼拜时间咧准备一节课。啊，偏偏迄个时阵吼，咱其他就咱逐礼拜拢无共款的课程吼，迄个月足艰苦过，啊艰苦过嘛是过啊，嘛是过啊。安尼咱甲接起来，咱甲伊承担落来，安尼即个课程、即个班程会当圆满，咱其他拢感觉讲。咱家己承担，啊，对咱家己成长是咱家己啊。咱有即个压力，得着上济是咱家己，成长上济嘛是咱家己。那因为咱家己一个人的压力，会当圆满着即个道理，圆满着即个课程，何乐而不为？啊，所以讲吼，咱着向即个目标吼去来学习啦，吼，来督促咱家己。所以讲，咱在道理内底，咱家己拢爱学习，得互伊运用，吼，即个道理会当运用，吼，咱着。眼睛放亮一点吼，不久的咱就主动去才保护少啦吼，有缘好快。那个来，万物并育而不伤害。在天地内底啦吼，所有的万物拢会当做伙成长哦，并育哦是讲同时在即个地球内底成长。袂互相去伤害。咱讲看咱地球内底万物够济，有够济呢。这万物不只是动物的，包括着植物的，吼，包括着遐个山川、河流，这拢算的万物的。啊，这万物有法度在地球内底并育而不相害。每一个万物拢照着伊家己的轨迹。照着伊的方式咧生存，互相之间拢袂去妨害。咱来看这万物，来看看呢，咱就较进前，咱准备着迄个咧讲环保的课程，咱就去看一讲环保的影片吼，会发现讲，真正地球孕育这万物用几千万、几亿吼，伊用几亿当的时间去孕育这个万物，几亿年的时间，孕育这个万物，咱的地球这尔啊水。咱人类出现的时间偌久？无偌久呢，
地球是几亿冬哦，但是自从咱人类出现了后，在这几万冬的时间内底，在这几万冬的时间内底，咱把这地球几亿冬的孕育，要互咱人类来破坏去。所以咱看，所有的万物拢袂互相去伤害，只有咱人，只有咱人会去做这个伤害的代志。咱有法看法，就是感觉足惭愧。咱拢讲咱是万物之灵，咱拢自称为我们是万物之灵的，咱是所有的万物内底上介有灵性的，拢家己讲咱上高的。但是咱所做的代志，偏偏咱是破坏着这一个地球的生物，安尼有足惭愧无？真正是看到迄吼，是感觉讲咱人类吼愧对为万物之灵的这个称号啊。所以讲，咱袂使去侵害啦，袂使去做这种代志啦，咱在道的运作之下，每一个万物拢有伊生长的一个环境，每一个万物拢有，不管咱个看就奥妙的迄万物内底奇奇怪怪万物拢有，啥物款的拢有有足侪咱看袂到的有时咱即摆科技足发达，一寡咱无去过，但是咱嘛看会到的咱看有时咱会来看到迄足奇怪的生物，尤其是看迄个海底的深海内底。看到遐生物，拢感觉就不可思议的啦！我靠，物件生做即个形的啦！这到底是咧算动物还是咧算人？看了讲足神奇的对。但是咱甲看遮尔奇妙的物件嘛，有法度有伊生存环境。不管啥物物件，拢有伊下伊生存的一个环境啊。咱人爱看到这爱，讲咱袂使因为咱老。袂使因为咱较厉害，咱就去迫害，咱就去欺负其他较弱的，这是无应该啊！因为每一个生物拢有伊生长的一个权利，咱袂使剥夺他的权利啊！所以天地第是啥呢？就是不以虎狼不仁而不生，不以蛇毁之毒而不长。天地的程度甲安怎？讲我无因为伊是虎，伊是龙，虎条龙，咱个人看到就惊啦因为足凶暴的嘛伊无因为伊不仁我就无互伊生呢。共款虎龙有伊生长的一个环境嘛我嘛无因为这蛇有毒，我就爱互伊生长。嘛无呢，蛇足毒的嘛是会当进入即个地球内底生长我无因为你歹，我嘛无因为你毒，我就压制你成长的机会，无一视同仁，这就是天地之德，天地之德一视同仁。所以讲咱人我们只是小小的一个人尔咱有啥物权利咱有啥物权利去安尼对待所以讲咱学习，咱袂使有分别咱袂使看袂起任何的人。咱讲较简单，讲咱同种就好咱人袂使看袂起任何的人，不管这人是啥物款的身份地位，不管你是啥物国家的人，不论肤色，不论国籍，不论身份，不论地位，咱拢爱一视同仁。这是咱爱学习的一个所在袂使有分别对待那平衡不相悖道其实道是袂分的道是共款的它是并行的。这讲啥呢？其实讲着其实每一个宗教，五教是同源的，源头拢是共款的，五教同源，伊无没有违背咱嘛想讲咱一贯的，那安尼咱就看袂起遐佛教的咱就排斥遐基督教的，对咧。其实宗教是因为伊的环境，伊的方法无共款，因为环境遐种族无共款，有无共款的教育的方式，但是因的宗旨、因的源头是共款的，拢共款的。
所以叫五教同源。所以道是变形而不相悖。会背，拢是咱人去家分出来。迄是因为咱人的分别心，而讲吼，去开始去批评每一个宗教。其实宗教拢是好的，圣人五教圣人所创立的这个宗教拢是好的。会有分别，会有对待是咱人的心，吼是咱人心不正，甲产生这分别对待，啊无道本身就是变形而不相悖。好，最后小德传流，大德敦化。小德吼就是细汉的德性吼，细汉的德性。就较比讲吼，咱是独善其身啦，受咱家己吼，你就咱产生小德。小德来就好比川流，川流就是迄个河流嘛吼，较细条的河啦吼，一条一条，毋过足济。一个所在咱甲看一个地区啦吼，是以咱台湾的河川敢有济，大大细细足济条的啦吼，迄个河川啦吼。咱小德就好比遮个河川共款啦吼。滋润着边仔附近的，所以讲咱家己啊，咱家己若修了好，咱影响着啥物人？咱会影响着咱厝内底的人，就只要咱接近的人会受着咱的影响，就好比这川流共款，这细条河川流过的所在，伊边仔遐的人是毋是拢受益？拢有这河川的水流受益，吼，有法度去耕种，有法度去做田吼，啊，或做滋润嘛吼。所以只要这川流流过的所在，拢有当受益。所以独善其身，咱小德，咱若甲咱家己做好、修好，那安尼受咱所影响的，甲咱接近的人就受咱的影响，这叫做小德川流。咱若个做得更较好，大德，吼，互咱的德性更较大，大德会当做较敦化。敦化吼，就敦厚化育，迄就搁较大啦。这范围就搁较大啦。以咱道理来讲吼，咱一个人才吼，咱家己在影响咱家，咱是个家。咱就发现典范书伊的德性影响是规个单位，吼，咱有8个单位，吼，而且8单位典范书伊所做的影响伊规个单位。咱真人的德性就咱影响着咱规个义和性能。吼，咱甲看，德愈大，影响的范围就愈大。吼，这叫大德敦化。咱圣人就当做咱大德，因为咱无教吼，咱就当按小德下手下功夫，小德到尾仔呢，积少成多，慢慢愈积，咱嘛有时间有可能变到大德啊吼。所以讲嘛，会当不管是小还是大，咱会晓感觉，不管是小还是大，伊拢有一个德。哦，都是德性的显露啦，哦，拢是德性。啊，所以讲哦，咱毋通讲，向着目标就定足大，我一定要做咱偌大的德性，迄是无可能哦。所以我们要由近着手，由近的由咱会法度做的先做，慢慢去家己吼，愈来愈大。所以讲到遮，这也是有处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天地伊所以遮尔大，遮尔伟大，遮尔广大的原因，就是咱头前拄则所讲的这比喻，遐尔济比喻，就是要讲着天地的大。咱讲天地的大，其实伊是要来印证着咱孔夫子伊的伟大。咱了解，伊讲到遮，其实是要甲咱孔夫子的德性甲天地德性合一。天地遮尔大，代表着孔夫子伊的德性就是遮尔大，因为伊所合法的就是天地，合法天地，合法圣人，所以咱遮圣人，咱的孔夫子就是甲天地是同款的并列的。所以讲大，咱人得一为大，咱人若得着一，就是大啊。所以讲孔夫子伊的伟大，孔夫子有一人吼，伊就甲主讲。叫主公来吼，甲主公讲事啊，你以无为，道合于地智者有啊吼。你感觉讲吼，我遮尔厉害，是因为我记足济，学足济吗？主公就甲讲是啊，敢毋是？敢毋是吗？孔夫子讲毋是，
我是一以贯之，的一以贯之。我毋是学就这遮厉害，我是一，我得到这个一，而且我是贯穿的，用这个一去贯穿。所以咱孔夫子所讲的内底拢无离开这个一，这个一，所以伊祖孙尧舜，尧舜讲嘛是这个一。因种文物嘛是讲这个一，拢无离开这个一。所以因为孔夫子有这个一，所以伊才会原本才会遮尔伟大。人格一伟大，所以大离袂开这个一。歹家己气住，垃圾就家己气到身体，是爱透过回光返照的功夫，安尼啦，咱较有法度身体才会当圆满啦。所以讲，这是咱学校对这段的体会。最后呢，咱就以这个内容做一个总结。咱有也是找足久的，要找台语找无？找无台语符合咱学校的主题所以不得已、不得已只用国语歌，国语歌较济啦。这条歌的内容，甲咱学校要讲的内容足共足晏，因为咱今仔要讲的是讲祖孙，咱要延续，咱要述圣人之治，善继人之治，善述人之事，咱要继承，咱要述的拢是圣人的。这个志向，圣人所留的这个精神是咱要学习，咱要甲伊传承落去的。所以讲，这是一贯的精华。那这一贯咱就是叫做金线，金线，这条金线爱追随好条，所以讲，咱甲这本文来甲伊读一遍好啊。咱大家做伙来甲伊这个内容来念过，因为歌词非常的浅白，所以咱甲伊。大家做家读过，咱较有啥物印象？咱其他就无得做解说来做伙来前人种树，后乘凉，前后并肩，共办莫一场。真理能为你敞开心灵窗，每段过程经历之后，至增长。不经一番寒彻古风霜。焉得梅花能扑鼻香？期望天下众生登廊，恢复心善良。苦心劝导，良言接纳，不再心倔强。天生我材必有人懂欣赏，真情流露无遗，展现微笑的脸庞。心平气和，静静冥想自己的愿望，盼你能够生而无憾，突破己设法。只要积德行善，福禄寿享。事来则应，事去则进，莫恐慌紧张。修道的路上，仁义宣讲，三思行，明方向。点燃了己心光，众志成城，团结是力量，道之宗旨落实在日常。佛堂是个很温馨的地方，一点点光，希望无限像太阳，能把众生的心都照亮。追随极限，一起紧握不放。咱做伙来听这首歌。如果咱后生会当唱，咱会当跟咧唱；咱若袂当唱的，咱就好好来甲听，去体会这个意思。前人种树，好
歌吼，是较非常的好听。啊，内底意思非常好哦，甲咱今仔要所讲的叫法，大家好来体会。这是咱下下吼，今仔加咱最前所要分享的内容30种吼，做4种。咱下下非常在所发现，在讲解过程当中，如果有错解所在探无生活啥时，咱前面了解书会讲得到精神甲包含，啊，各位真会当吼，补咱下下的补足。最后，求祝最前大家身体健康，道路方便，大家咱欢喜上来，谢谢。感谢正讲师慈悲人大功，分大功。我们这里热烈掌声，给坐下。或许这里呢有2种状况。第一点呢，我们拿到便当之后呢，我们才比来我第2班咁快啫，我第2班咁快啫，哦，咁埋。你告訴我。我1班我打啦。哇！啊，那个。对，那清洁天动。